大家好，呢條片係教大家點樣用國家補貼加退稅買電腦，仲會教大家由簡體 Windows 轉為繁體。北上買電腦計埋國保加退稅真係好抵，我用國保加退稅計返，比原價打咗個8折。你睇完呢條片就可以知道點樣喺深圳用國保加退稅買到電腦啦。北上買電腦最麻煩就係個簡體版 Windows 係打唔到繁體倉頡字，我都會教大家一步步去改裝成繁體 Windows。其實係好容易，睇完你就完全可以放心北上買電腦。要提大家，我呢部機係3月11號買，而家價錢已經唔同咗，加咗1000蚊。國保退稅政策隨時改變，大家要了解清楚先好行動。我係喺深圳南山京東摩嗰度買嘅，喺深圳地鐵南山書城站嗰度落，喺出口直上佢呢個京東摩嘅商場，電腦部就係喺1樓嘅。京東摩有4、5層，有買手機電腦，仲有啲電器等等。我目標好明確，想買手提電腦嘅。一開始我就問咗幾個店員，一個就話國保同退稅只可以揀一，跟住另一個就話國保同退稅都可以，但係退稅就唔敢包得唔得，我都有啲迷茫。如果攞唔盡國保同退稅就唔抵買啦。咁最後我就去咗呢一間聯想 ThinkPad， 佢係聯想旗下偏向商務嗰一邊嘅電腦嚟嘅。我本身係睇中咗呢一部1萬頭嘅電腦，係 ThinkBook 16P 嚟嘅。我睇下，不如加多幾千蚊買個頂級啦。最後就買咗呢部，都係 ThinkBook 嘅 16P CPU 係 U9， 64GB 嘅 RAM， 2TB 嘅內存，16寸嘅 3.2K Mon， 獨立顯示卡就係 Narodia RTX 5070，有8個 G， 我覺得就超級夠用。佢原價係17999咁，喺實體店現場買再減多500，國保係售價85折，最高封頂減1500蚊咁。我埋單就係用17999減500蚊，再減多1500蚊，最後就係15999蚊。就係呢位嘅女店員啦，佢做過國保同埋退稅嘅，要回鄉卡內地嘅支付系統。手機下載個京東 APP 做會員就得啦。佢要即場開機激活個 Windows 11，證明係自用先可攞到國家補貼。呢度嘅店員都好細心，幫我小心咁撕開個封條，盡量唔好解開佢咁，務求方便喺關口嗰度退稅。因為退稅要求係要包裝密封，跟住成個過程個店員佢會幫我喺手機度搞。攞國保優惠，跟住就再去客戶服務處出張收據同埋退稅單就搞掂啦。跟住就帶部機過關，喺退稅關口俾關員去檢查，俾嗰啲收據同埋退稅單佢就會解開個盒嚟，拎部機出嚟睇清楚。佢要解開封條，因為係要確保呢部機係你自己用嘅先符合退稅原則。退稅係價錢嘅11%，但係手續費就要收2%，即係到手係9%嘅。最後成功退到稅啦。隔離小型銀行職員會問你退落支付系統定係攞現金？我攞現金，退咗1575蚊。咁返到屋企就準備重新裝繁體 Windows， 跟機送 Windows 11。加送 Office 2024嘅簡體中文版。我喺香港 Microsoft 官網睇到 Office 2024要1000幾蚊，而家就示範下點樣由簡體轉做繁體 Windows。其實就好簡單嘅，喺鋪頭度即場就已經激活咗個 Windows 11。返屋企就要再激活咗嗰個跟機嘅 Office 2024，激活咗之後就去 Microsoft 官網，用一隻 USB 去下載一個繁體版嘅 Windows 11 Setup。
喺新電腦用 USB 開返個繁體版 setup， 允許更改。下一步不用輸入產品金匙，先前已在此電腦安裝 Windows 11家用版。下一步接受不保留任何項目。下一步準備安裝，藍色畫面出現，揀香港特別行政區。而家已經有得揀微軟倉頡嘅繁體輸入法連 WiFi， 有得佢 load， 登入返自己個 Windows account 建立片，成功入到 Windows 11，已經變咗繁體版啦。再去 Windows Update， 電腦會自動更新返所有內置需用的驅動程式。最後記得激活返個 Office 2024，變咗繁體架啦。成功更新咗繁體 Windows 11同埋 Office 2024，希望大家開心用新機啦。拜拜。